咦，欣娜，你睇緊啲咩睇得咁入神啊？係咯，表情咁嚴肅。唔係啦，我喺度睇緊國際新聞啊！菲律賓個火山發生咗爆發啊，而且美國阿拉斯加發生咗7.3級地震，仲有俄羅斯堪察加半島發生咗8.8級大地震，成為歷史上第6大地震，場面真係好驚人㗎。係咯，點解呢啲地方天災不斷，而我哋澳門就好似有一個無敵保護罩一樣，仲係風平浪靜？難道我哋澳門係地球嘅 VIP 安全區，自帶防震包？呢個 VIP 安全區講法好有趣，但澳門平靜嘅背後係一個關於地球點樣運作嘅驚人故事。咩故事啊？大家嚟睇下，地球最表面，我哋生活嘅地方叫地殼，地殼並唔係完整嘅一塊，佢近似一個被打碎嘅雞蛋殼，呢啲碎片就係巨大嘅板塊。我知道全球可以分為7大板塊，包括太平洋板塊、歐亞板塊、印度洋板塊、非洲板塊、北美洲板塊、南美洲板塊同南極洲板塊。而圍繞太平洋板塊嘅環太平洋地震帶，因板塊相對運動而較常發生猛烈嘅地震，都被稱之為太平洋火環帶。全球超過80%嘅地震同埋75%嘅火山都分佈喺嗰度。你哋睇，啱啱新聞已提及菲律賓、美國以及俄羅斯堪察加半島，正好就喺呢幾個大板塊嘅邊緣上。我明啦，就似兩塊麵條撞埋一齊，邊緣嘅地方出現翹起或卡住。呢啲板塊其實喺度不停咁樣喐，緩慢咁樣移動。當佢哋喺邊界互相碰撞、擠壓或者摩擦嘅嗰陣時，累積巨大嘅能量會突然釋放，就會造成地震。咁火山爆發呢，係咪板塊移動造成㗎？板塊浮喺溫度超高嘅岩漿之上，岩漿就係地球嘅血脈，喺地殼之下唔停咁樣翻騰住，好似被錯過嘅汽水一樣，會搏命揾個出口湧出嚟。呢個湧出嚟嘅通道就係火山啦。大部分火山都會喺板塊嘅交匯處上面形成。咁我哋澳門喺邊度啊？睇，我哋澳門非常嘅咁幸運，啱好喺歐亞板塊內部，所以劇烈嘅地震同埋火山活動會離我哋好遠。不如我哋嚟做個試實驗，親眼睇下火山係點樣形成的吧。實驗開始。大家睇到未啊？小蘇打同埋醋產生嘅二氧化碳氣體，就係我哋嘅岩漿氣體急劇增加，喺瓶子裏邊產生咗巨大嘅壓力。當壓力大到連瓶子都冇辦法承受嘅嗰陣時，就會噴晒出嚟。呢個就係板塊運動引發火山噴發嘅原理。今日個探索讓我哋明白咗澳門嘅平靜係來自於我哋個穩定板塊位置。科學讓我哋讀識咗呢份幸運。我哋人哋學做嘅唔單止係知識，更係一份感恩和對世界嘅關心。而且科學就係一副超犀利嘅科學眼鏡，戴上佢再睇下你身邊嘅世界，所有平凡嘅嘢背後都收收埋埋一個唔平凡嘅事，等住我哋去探索。係啊，科學嘅探索就係從我哋日常生活中嘅平靜裏邊讀到唔平凡嘅故事。希望你哋同我哋一樣，永遠保持一個好奇嘅心，去發現更多喺隱藏生活中嘅科學。正正故